各位会友平安，真欢喜，各位当伫今日会使时，而且看到大家做伙来到教会，咱要来朝见上帝。伫咱开始今日的礼拜进前，咱要请咱的敬拜团带咱做伙用水的歌、用俄罗的歌，开始咱今日的敬拜。那我们就一起来我们今天的敬拜。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安静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一同闭上眼睛，求主光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卸下我们这个一个礼拜的负担，一个礼拜的重担。让我们的心能够定睛于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把这一礼拜的烦恼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父神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
我们都亏缺了主你的荣耀。主啊，就求主你光照我们。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是需要主你的。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我们离开主你，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办法做。哦，父啊，求主你再一次的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着医治，得着帮助，得着力量。主啊，在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主。主啊，你也用诗歌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的一生都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深信主你所赐给我们，主你所安排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因为主你了解我们，你是最懂我们的。主啊，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一同站立，一起来唱《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曾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心，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你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
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是的，主，主啊，让我们不要再挣扎了。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就单单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主你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放下我们自己的老我，将我们的一生就交托在主你手中。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完美的祝福。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高深路，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跟低谷。主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非常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的空洞，只有主你能够来，你的爱能够来弥补我们心中的空洞。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安息日。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主啊，谢谢你，我们就将我们以下的聚会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请坐。这时咱开始要行这个敬拜，请大家安静咱的心，来筹备敬拜上帝。
并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要来信仰告别，请大家起立，咱要用圣诗的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做咱今日信仰告别。十条界的第一界，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二界，毋通有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地一个那地在所有的物，拢通做伊的像，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容阮用别的上帝批判我。我文化的，我归咎伊的罪。对我的白病到3、4代，请我受我戒命，我是阮互伊直到千代。第三界，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名的人，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四界，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神，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女婢、精生，以及踮伫你中间的出外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遐中间万物。第2日就休，所以耶和华赐安息日，设立伊做神。第5界。着孝顺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病家就叫伊上帝少数事。着举长。第6界，毋通害死人。第7界，毋通惊奸淫。第8界，毋通偷窃。第9界，毋通做假见证害死你的厝边。第10界，毋通害厝边的厝，毋通藏你厝边的某。萝卜、女婢、牛、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就是请大家会友甲我同心来祈祷。大光荣的主啊，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创造这一切美好的万物，感谢你看重阮，将阮伫世上的万物中放伫头一位，伫阮还未悔改认错来认捌你的心情，你就开始白白来疼阮。人民人的天父，因为你是感纳人心的主，你知阮的灵性甲阮身体所一切所有需要的，求你恩典降满伫阮的忧愁当中，互阮有气力来应付将要临到一切的事物。求你依带阮行到各种的困难，无论伫身体、精神上，还是生活中，拢会当得到你的扶持。求你怜悯阮，赦免阮肉体软弱。求你用你的圣灵感动阮，互阮热心听主，凡事拢会当遵趁主你的旨意来行。阮也伫即时要特别为着教会内面身体欠慢、内心有艰难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怜悯伊伫因，并赐下安慰伫因的身躯顶。阮也要为着伫外地求学，也是因为今日工作，也是有代志无法来到教会敬拜你的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你顾守因、扶持因，并赐下平安伫因的身躯顶。阮伫天的爸，阮伫即时也要同心合意来祈求主你赐福。复兴阮中兴教会，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教会的每一位，互每一位伫主内的会友，拢会当彼此相听，伫主耶稣的内面，拢会讲相共的话。阮愿一切聚会、一切敬拜、一切事工，拢能得到你的带领甲感纳。阮也伫今日的敬拜中，要来学乐你，来感谢你。愿今日的敬拜拢会通真做你所欢喜的。阮安尼祈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要由社青团契来学乐吟诗，因今日要吟的学乐的诗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咱真感谢社青团契今日为咱带来遮好、遮学到主的诗歌。这是咱要来享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来看这段圣经，实在是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的一段圣经节。摕台语汉语本，请掀开160页；摕台国语和合本，请掀开195页。这时，请恁注意来听，我来念。首先，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念一解。我凡事做冷的模样，就安尼着磨来扶持软弱的人，搁着记伫主耶稣本身的话讲，互人的比对摕较有福气。过来，我要用国语和合本嘛来念一解。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这是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施与受，咱请蔡长老。你现在平安？请你甲嘴边甲讲平安。你拢敢若一礼拜无看到，应付一个尔，用出对的心平安。啊，该看者平安。来，请三个来祈祷。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你让我们心完全打开，来享受主你的话语。我心完全拍开圣神降临在我的中间，我们当来享受主的话语，一滴一滴滴入我的心，每一句话都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滋长，让我们得到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真感谢咱今日有第一本台邦教会，恁台语听较好势，还是华语听较好势？啊，是拢总有，拢会使啦所以我今日感觉真欢喜，因来确定要介绍时，咱特别介绍一下。我嘛足欢喜咱撇出这船男朋友来。快点帮我姐，撇出因男朋友，你毋知有熟悉无？你有熟悉哦？你感觉该带做伙？有带做伙倒嘿。我看恁两拢感觉真欢喜啊！敢若咱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隔了好几秋了嘛我先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我今日袂去走目镜，所以头前迄我看无，表咱即个还去，所以若确定这字无啥名，所以确定现了毋对伊请甲提醒一下，说已经那个页数已经翻错了。这无重要，上重要是安怎？我圣是今日三个做伙。咱每一人真正用我们的心，伫咱的心内底，真正去上帝三个做伙，就遵守安息日守以最圣。我们主日的礼拜要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也跟上帝三个做伙，这是真重要的物件。咱即几个礼拜拢要背金句，今日特别圣经的大家比赛你免紧张啦无咧泡分数，也袂甲你扣钱干来摕钱尔咱伫7月7早的时阵，有跟咱讲咱认罪悔改嘛？你若悔改，你说咧，你们悔改受洗就可以领受圣灵，得当领受圣神。这领受圣神，咱是所有调来的人都当领受着圣神。咱伫7月17的时阵，有去跟咱讲基督教迄个约翰家彼得跟约翰，把一个跛脚的人，一个拜卡的人救来了，讲今日我拢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互你起来行。今日我都没有，奉的是什么？主耶稣的名，就让你起来走。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做见证啊！比如讲以后以后就离开了，以后了，两个彼得、约翰人去咧甲救咧，到迄个大卫的廊堂，到遐开始了所罗门廊堂，都要讲，这见证啊！主耶稣、耶稣，我起来行我起来行。所以约翰彼得甲因讲伊所行是瓦靠。你已经气煞，顶多是给这个无路用的人呢，就是房角石师所气煞的石，那个房角头块石头已经加做啥物？已经做触个头的石呢，最重要的石头诶。所以天下除了奉主耶稣基督以外，无别名通得到拯救啊。所以今日咱要搁用这圣经节，
这圣经在我手台拢真熟啊。其中一句上重要，是安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互人会比，甲人体会较福气。哎呦，这足简单的嘛，这敢若大家定定嘛听着讲，互人会比，甲人体会较福气。所以咱慢慢来想看卖，互人会比，甲人体会较福气，那么想到什么代志？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嘛。有当时都唔甘呢，有当时付出反得等会当得到真侪物件。咱讲咧施舍，你有人真正互人物件时，你会当得到啥物？主耶稣基督的听，得到主爱。当你舍得笑容，当着人时笑头笑面的时候，不能在礼拜堂只有笑容哈，对厝啊，就板着一副脸吼，有当爸爸的人，我是爸爸，哼，很庄严。跟同事一样，我是上司，很庄严。我先讲，既然好啊，拜拜。你两个吼，你听讲道时阵吼，看人叫起来，伊两个即阵向第三组关咧大肚咪的吼，敢若因查某囝即马厝拢因查某囝新年该占的尔。所以相对的，那每一个人甲大家做伙，互人笑容咪想施舍呢？讲我都无啥物钱，总是你当着人，你笑到去面给问候一下吼，你跟他问候一下，用笑容跟他问候，这也是一种施舍啊，很美丽的事情啊！你会得到什么？得到友谊啊！你舍得宽容，心胸放开开咧，莫给人计较，不要计较，放开开咧，你要宽容的话，你得到什么？这个人大气度，人爱跟你做伙啊！如果你懂得诚实，大拢知讲你这个人吼。袂懒散，袂乱来，一个人信任你的，你的生活嘛，感觉过得真有意义的。你若敢若去个民主，你会当舍得，敢若为着爱民主安尼，其实啥物代志拢叫爱民主，什么事情都是面子很重要，你会丧失很多东西耶。那面子根本不重要哎。就像我确诊，我差不多2个月前确诊，我3个月前被隔离，那是我的司机确诊，所以我被隔离。我出来以后就跟指挥中心讲说，你们乱来了，什么隔离这么久，所以隔离有减少，时间有减短。然后我又确诊，我确诊吼，迄注瑞德西韦，甲咱即摆咧讲迄个咱遮迄个进口药品吼，迄申请好麻烦呢，足麻烦呢。我出来，等下我对病院出来时，我就甲你讲，你们不能这样做啦，买39万剂拢中拍69个人，笑话。现在只要65岁你跟他讲确诊高风险群，伊随互你迄个药啊，一剂2万块，交落30刀都随无代志。所以 COVID-19 这阵已经慢慢普遍化，像咱日本即马刚刚日本好像又起来了，但是都是轻症比较多。我跟我太太礼拜5去打第4剂，我本来想讲第4剂就一半尔，可能没有问题拜4、拜5发烧，拜6发烧，所以我开点啦，我咧讲道讲到一半倒下去我太太接着我讲道就好，因为这很正常。我们每一个人伫这 COVID-19 已经被折磨了2、3年啦，2、3当拢是 COVID-19 啦。你看人讲话拢挂口罩人家人中间挂口罩就不好啦，免擦口红免化妆反正面拢挂了，也有好处啦。上无嘛袂讲食蒜头你做你尽量食不要紧，反正你挂口罩。无人想讲要跟人无做伙，尽量食挂蒜头，吃蒜头你若不跟人家讲话，就吃蒜头，把口罩拿掉，他就不会跟你讲话了。所以相对的，我们舍得那个虚名啊。你看，基本现在台湾快选举了，为了选举争东争西啊。当时我们要当监委的时候，有推荐400-500个。哇，靠各种关系拉来拉去啊，就我们好像很轻松的讲说不要，我们就不要了。所以相对的，很多人为了那个虚名啊，如果你能够舍去掉的话，你会觉得什么逍遥自在啊，你会很快乐啊。就像教会里面连教会也有啊，有的当长老啊，为了当长老，为了做长老，大家都要拼东拼西。爱主比较重要了，当长老不重要了。现在我们是讲叫你长老不对啊，当长老只是一个服侍上帝的机会，是要服侍人呐。当长老不是要欺压人呐，是要服侍人呐。所以你要舍得放下，
我执，不要太执着，放给亏呀，要舍得放下。我们什么最放不下？自己的儿女啊！我早不给他们出国，刚好。我们现在已经在烦恼，我们那个3岁跟5岁，我们家那2只小猴子，以后要不要给他出国？我们昨天两个就讨论一天，只有我女儿讲一句话：“爸，好，那个足久的代志，你都要讨论一波。”我迄两只高三，他们准备出国无？一个3岁，一个5岁，已经开始在讨论要不要出国啊。像你去日本共款，开始咧烦恼讲是不是伊要出国啊？有诶无诶？我讲人都袂烦恼，你烦恼遐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施舍，我们要做什么？施舍什么东西？我们施舍属灵，我们施舍能力，我们施舍我们的时间，我们施舍我们的金钱，我们施舍啦。什么叫属灵的生命呢？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是属灵生命。我这个礼拜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144000个人记在生命册上，有144000个人记伫生命册。这当然因咧讲是指以色列人，指犹太选民。总之，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得救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有多少人真的得救？我们要在主面前里面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基督徒，有名有实的基督徒。你说我今天我来做礼拜，上帝我该做礼拜做一个交代，上帝不必我们交代啊，上帝要我们从内心里面诚实的发声啊。所以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我传你来福音，我拉你来信主，我召万民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爱，那是什么？佳美的脚中啊，真水的脚架。那个佳美的脚中人啊，他们传福音报喜信的，或者传福音报好消息的人，这些脚中何等佳美啊！你讲我恁不是要跟恁做讲话的人，你徛伫讲台里面传福音 ，no。当是大家人拢会哦，你当个出面计表，但是你袂使讲我生活平安哦。哦，你信仰所真好，我无咧信仰所，宗教拢修讲拢劝人劝人为善。你也艰苦什么时阵哦？你祈祷啦，靠耶稣名祈祷看卖咧。很多人来信主诶，第二我们的能力啊，奉献能力。今天我们特别有人打鼓啊，主林哦，我约他也去夏威夷，是他妈妈去夏威夷而已啊，他没去夏威夷啊，他妈妈你看这么残忍。自己跑去夏威夷玩，把他小孩子留在家里，这种妈妈回去好好检讨。阿琴，有听到无？你看我们这个整个感觉上，我们的敬拜里面，这真的是让神充满啊！我们今天正规在带我们诗歌里面，他是用心真的在带，那是为主而服侍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能力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个人力存到永远我们的脚被高举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得到荣耀，这个荣耀上荣耀上帝我们为了荣耀上帝，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要我们的时间我想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有时候我们周间在做聚会，举干礼拜，哎呦，拜到拜五上班足忝的，尤其年轻人我拜到休困的，爸，礼拜日会使买来礼拜呗今天我们看大阪来的还2个小孩子来，很不简单呢。小孩子要跟爸爸妈妈做礼拜不简单呢，无简单呢。礼拜日敢若昨暝拍电动机拍到3、4点，透早就乌起来做礼拜，想着就艰苦。总是你真正牺牲时间啦。这时候去到看到杀街，伫樟树顶悬啦，讲杀街来，我今天去恁兜，我今天又在你家跟你作伴。耶稣很忙呢，可是他还是拨时间在撒该引刀在撒该的房子里面，跟他们全家人聚在一起。你有看先给个跳腿，甚至再读下去，你会看到什么？撒迦好高兴赶快找他的朋友，找他家人全部来听主耶稣的教导，好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时间就完全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这辈子不管在司法界、监察院，都是一个孤鸟。为什么我们大概下班以后，我太太这里可以做见证啊？我们下班以后都在教会，或者在一些福利机构，所以我没有帮派啊，我没有派系啊。人家都说蔡崇颖的背景是什么？我的背景就是上帝啊！管你信不信，我背景就是上帝，上帝最大，天大地大，阮阿爸爸上大。
我们背求上帝啊，上帝在照顾我们怎么一辈子啊？所以我该日来，他耶稣3年半的时间传道，时间很紧迫，他甚至愿意牺牲他的时间，在撒该的房子，跟他们整个家人分享主的爱，跟他们分享悔改，跟他们分享天国的道理，跟分享天国的道理。这是咱报咱的时间呐。第4样最重要的，咱拢知啊，报咱的财米啊。我们得到好施者的必得丰裕呀，助人人的必得助人呐。你讲哦，我有钱给人，我就摇摆，这名叫做摇摆哈。我就天天那个贾永杰，贾永杰你们知道防御女神嘛？有人好批评他哦，很多人在批评他哦。啊，为了求名声，给当给拐，我真的很钦佩他。我们很多人在做善事，但是就是很多人说风凉话。台湾最流行是什么？叫做酸民。人家做好事，人家真的是在做事，为什么你要这样敢亏当亏塞呢？见不得人好啊！我们真的要反省啊！我们要学习赞美人家，说好话，而不是一天到晚在批评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蔡崇义啊，这个头发也不是。小花谁的嘞？这个头发好难看哦。那没办法，我太太喜欢就好啊。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那相对的，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不要做批判，我们才有给人家是甘心乐意奉献呢。我们施舍要用什么态度呢？不管是诚恳，不管是尽你所能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我们要用尽我们所能的去施舍。在台湾，可能你们日本没有感受到，台湾疫情为了抢口罩好抢啊呢，结果我们就发起一个运动，叫什么？我 OK 啊，你先领啊，大家拢在排队咧抢口罩，台湾人足叫，台湾人足爱排队的。去买酒精我若特别安尼对，阮以前拢会对迄个北门安尼过我就看足侪人西西门町遐搭，遐有一个公卖局，足侪拢排队，排种的，你买啥？买咧酒精。买就好，像我办公室一个坑两罐，坑底下都坑2档啊。买酒精，买口罩，买酒精，过来买啥？买快筛啊！你看快筛大家多少名啊？今年去买看卖咧，存货一大堆啊，无人要买啊。我去做 COVID-19 了，讲还佫送我2个4R 的快筛啊！我讲我2个无，那佫送4只快筛。咱都天天台湾都有啊，咱台湾人足趣味的啊。日本很有名，叫做一兰拉面。为着排一兰拉面排偌久？排60小时，为着要吃一碗一兰拉面。咱大家个排队啊，那一旦为着499，你会记得当时这种电视有推499，排偌久呢？排多久呢？我们可以忍受迄阵都在蛋挞，香港的蛋挞刚过来每天都排队。可是我们忍受买个快筛啊，都忍受不了啊！现在呢，叫你去买，你要觉得不要了。现在我怎么需要快筛啊？中就中了嘛。我们监察院我就问我太太一个问题，我说：“你看监察院大概有几个确诊？50个、30个、50个。我说在家，70个。我说在家，有100个哦，不是100个，120个。”到礼拜5啊，礼拜6、礼拜7有没有增加我不知道。现在确诊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呢？因为它是一个很轻的病，只要你立刻投药，大概就得到医治。但是因为有隔离，还是有一些不方便。可是慢慢的它已经流感化，我们为什么要把很多的事情集中在一起呢？所以施舍人家，你要觉得诚恳尊敬。对，你要互人的物件你还真正感觉你是真正正用你的心，而且不是为着家己的荣耀啊，真正互人啊。马太福音25章讲啥？讲审判，什么是山羊，什么是绵羊。跟马太福音25章里面特别讲说，主耶稣说跟义人我们圣经很少提到义人他说跟义人说，你要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他妈提，我没有衣服穿，你给我衣服穿；我生病，你来看我；再捐，你来看我。我他妈提的时阵，我就刚刚你来看我，我他妈提你我3000。那个艺人突然问他说：“不，我到做这工课。”也就是说，他在施舍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做的是多伟大的事情心甘情愿
就真的是出自那个心甘情愿给他。结果上帝说笑一笑，他说：“坐在至微小者，这里最弱势，这里上忌微势的些呢，在主身上啊。”所以，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啊，要拯济穷人，要做这些劳苦人，为他们担当啊。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你该付出，这是真正一个足福气的人嘞。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尽己所能。你讲哦，我为着要迄个安尼，你爱当只能斗三工，不是斗三工这边尔，斗三几啊遍，一当的只能斗三工。上帝给你的福分，你要懂得分享啊，否则的话，上帝的福分不会再给你诶。上帝给你有福气，你要懂得分享呢。真正分享是真正真水呢。咱看一样代志，就讲耶稣伫旷野传道，哇，5000个人，发现讲哦，啊当死啊，安尼啊免啊食暗顿，啊搁伫旷野，啊结果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带一个囡仔来，啊这个囡仔讲啊，我妈妈要透早要出门，都惊我巴肚枵，甲我准备5块饼2尾鱼，5饼2鱼，5饼2鱼吃得饱吗？5000人呢？耶稣，我就5饼2鱼，我全部拿出来了，全部的奉献。结果那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那个事迹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人吃饱，还有12篮子啊！你给人家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你是5000的、2000的、1000的，你1000的埋在地上的被拿走，你5000的得到加倍，2000的得到加倍。你的恩典越多，你施舍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请问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要尽己所能啊！阿嘎贝的听，什么叫阿嘎贝的听？毫不保留的付出。我觉得我们会有毫不保留的付出。人之间，我们上帝为我们舍了，将他的独生子为独生子，修所世间人。但现在当体会呗，很难体会，看不到的东西嘛。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能够体会，是吧？爸爸妈妈对子女的爱呀、我顶面咧讲李正龙子母吼，即个迄个恩友之家迄个创办人，伊今太太要结婚时讲，咱两个唔通生，惊生了咱两个有负担，这是许有影咧。你有囡仔，你有囡仔的人吼，真的是我们大本教来姓什么？那个张先生吼，有囡仔你会感觉讲安尼心内都有负担无？两个读册唔知好无，身躯有去伤无，读了好无？我们吼一世人烦恼袂了，你根本烦恼袂了啦。我的小孩子读册读了，唔知有好无，身躯有健康无？啊，娶某娶了有好无？嫁人嫁了有好无？啊，搁来读册了，唔知偷通食无？安怎拄安怎好？一日到无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天袂过烦恼后西两烦恼小姑要嫁袂过，种烦恼小姐要娶无免床啦，一日到毋得咧烦恼啦。你烦恼那么多，但是有一种事情是什么？真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毫不保留。你可能对别人的爱会保留。可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毫不保留的付出啊！还有一种爱更伟大，是阿卡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毫不保留的付出哎，那是真正的施舍，那是最大的福分哎！你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是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又可以跟上帝再合，加上的够合，当做上帝的儿女啊，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哎！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所做的，好了，我们一定要做。忍饥坚持，什么叫忍饥？忍受人的讥笑啊！当你到上市的时候，很多人会笑你，会骂你，说你在作秀。台湾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叫做作秀。大家来作秀好不好？有时候他们讲这个事情，我都跟他们讲：大家来作秀好不好？你一点都不拿出来，然后再批评人家啊，这个不对啊，江永杰啊，这个什么时候防御女神啊，都是为了浪得虚名。我承认他浪得虚名，你有没有做？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做，问题是你有没有去做？所以我们要行善事不可丧志啊！若不灰心，你在做，有一天你就得到收成。所以保罗先生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得什么？上帝从耶稣基督来得到的奖赏啊！你去背后啊，你就来做，你就来拼，你就来做。你上来跟人讲，咱唔免求名声。你讲咱唔免求名声的时阵吼，啊，这敢对？咱无咧求名声，总是咱来做见证。
咱做善事，互知影咱真真正正是为着上帝咧付出，我毋是为着名声。你若为着名声，你已经得到他的报偿了。所以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那么多，但是你们自己看。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你们去看看圣经，四福音书有没有提到？没有四福音书有没有提到说施比受更有福？耶稣有没有讲？没有，没有讲那么清楚哦。他讲在哪里？讲在八福。那个意思是施比受更有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施比受更有福，它是经义但是不是完全一字不漏的施比受更有福。耶稣没有这样讲但是耶稣讲的重点都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你若有行善的力量，你就要去做。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事情要什么？要施舍的福气。什么叫施舍的福气呀？施舍发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什么？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多么美丽的字，而且得到荣耀。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是，施与受是什么？是爱的流动。我再讲一次施与受是爱的流动。施较好还是受较好？施较好吗？施比受更有福啊。那受嘞？受不好吧？受好像被帮助的嘛，所以受不好。施与受都有福，只是施比受更有福而已这怎么讲呢？我们要让那个爱流动。有一个大企业家捐了好多钱，人家称为大善人、好人好事代表、全国好人代表，一定有他。他开的连锁的餐饮店，生意做得很大。哇，他每次都捐了好多钱。他经常来教会做见证，我又捐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人，然后做见证，大家拍手好伟大，好好的一个长老，做了好多的善事。结果 COVID-19 餐饮业头连锁餐饮业赔得更惨。为什么？连房租都付不起呀。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到说，他一夕之间财产都没了。他本来很有钱本来就富裕结果他财产都没了，让他觉得很难过。他几乎能够卖的都卖完了，结果很多会友就去看他，就会拿个东西给他。他说：“以前都是我在帮助别人，我为什么接受别人帮助？都把人家拒绝掉。”有一天牧师就去他家探访，那牧师拿了一些鱼跟肉，他说：“我多去菜市场我去买菜刚好多买了一些鱼跟肉。你能不能帮助我？我都消不了，你给他倒销。你看你牧师个歹势个，不好意思拒绝。可是那个自尊心的，我以前都是帮助别人的人，现在怎么会接受帮助呢？”牧师笑一笑，说：“牧师唔免啦，我有啦，我吃会饱啦。看你体对啦，讲牧师无啦，我都买伤济，你甲我倒食啦。”你讲安尼刚好，牧师就跟他讲：“你要记得。”施是一种福气，受也是一种福气。你拿的是福气，那是一个爱的流动。在爱的流动之中你会将到施跟受的爱互相在流动。你接受别人的施舍，那个不叫卑贱呢，那叫荣耀。除非你是自己贪财，希望别人拿到钱，否则别人觉得你应该得到钱财，给你钱，那是荣耀，不是真的施舍，那是爱的流动。他之后收下来，以后会友来看他，都会带一些东西给他，他也收下来。可是他就发现到说，每个会友的笑脸不一样。以前他拒绝人家，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像不太可理喻。现在慢慢的，人家拿东西给他，他也可以去接受，虽然不多，可是开始跟会友有互动。突然有个朋友跑来跟他讲。不好意思顶边我给你欠200万，现在我多COVID-19了，我订单比较多啦。做电子零件的人反而订单很多，你多做在连锁店都有餐厅嘛有挂员工，咱是不是200万？我这是卖盈利，你来入股，咱两个先加入我的公司，咱做回来做，越做越大。他突然体会到。那正是爱的流动，那个福气是一种互相的流动。
接受施舍是福气相随啊。所以有没有知道，我们给人家任何的东西，都是一种美丽的福气呀、我们是福气相随的。有一个妈妈，爸爸很早死亡，带一个小孩，就在违章建筑几个人摆个摊子，他妈妈在那边卖猪肉。这妈妈在那边卖猪肉，小孩子放学回去就在妈妈旁边写功课。有一天，有一个很老的人，穿得很破烂，带一个小孩子，小孩子脏兮兮的，两个人走到肉摊前面，跟妈妈讲。那个老阿伯说：“我可以买一些肉吗？我钱不多，就拿一袋钱，塑胶袋套着，又把它绑着。”妈妈一看，笑一笑：“可以呀、当然可以呀、切了好大一块肉。”那个人说：“我不要那么多了，一点点就好。”旁边一个小孩：“爸爸，我好久没有吃肉了。”太太，不要那么多。没关系，吃不完哦。你把它用盐腌起来，把它晒一下，晒干了，孩子可以吃，可以吃很久。然后他就走了。小孩子在旁边嫌他们讲：“妈妈，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他说：“你一看就知道，说他很久没有吃饭了，吃肉是应该的。”那一袋钱，妈妈说：“不要把它拆开。”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假钱。拿一袋的假钱去买肉，妈妈不动声色，怕伤到他的自尊心，就这样收下来。然后阿贤说：“阿贤，这钱别使提出去用哦，那是假钱，所以你不能拿出去用。”没多久，妈妈生病啊，家里的钱花光了，要看医生。阿贤嘛无去读册啊，干来又烦恼因妈妈，厝里拢无钱啊。一日无食饭，两日无食饭，伊住咧菜单边仔有一个咧煎粿，咧做迄个料理的，咧煮食的，一个叫做大葵，就甲讲：“阿贤啊，无饭通食哦，来叔叔家，叔叔甲你款。”可是妈妈说不能随便去跟人家拿东西耶。已经饿了2天，肚子好饿，妈妈又在生病，好了，下定决心。就把那一袋假的钱放开来，是假钱，可是看起来有点像真的，但是实在是很不像。试着拿几块看看，就去跟大灰鼠，大灰鼠，我们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他说：“来，他大灰鼠连看都不看，把他钱收了就放在口袋，煮了好多东西给他拿回去。这个假钱还可以用呢。第2天，他又拿了几块钱。大灰鼠，来，大灰鼠帮你准备好了，要准备一堆东西。第3天、第4天，他钱也差不多花光了。他的妈妈病体越来越不好，过世了。他就去找村长，村长帮他妈妈埋葬了，他就被送到孤儿院。这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又几年，10几年以后。他们那是违章建筑，都市计划要把他的摊位拆掉。大灰叔跟他的太太讲：“怎么办？我们就这个小摊位，平常赚的也不多，小孩子又小儿麻痹，现在他要上高中了，没有钱呢，怎么办？”2个人愁眉苦脸。旁边的人说：“没关系，然后问政府有没有补偿，政府的人跟他讲：“补偿，给你们无偿使用那么久，没有跟你要钱都不错了，还补偿？拆掉，没有补偿，我不晓得怎么办。”2个人在那边发愁的时候，突然一个人穿西装打领带。请问你是不是叫陈大为先生？是的，请问什么事吗？我们公司刚成立下面。我们总经理说，下面设个餐厅，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听说你们2个很会煮东西，来帮我们煮东西，你可以对外营业。但是我们员工要吃东西，就有个餐厅啊。要多少钱租金哦？老板说租金不要了，等你有赚钱再说啦。先过来叫，有这么好的哦？哎呀，来，明天你就来，东西都不必准备，我们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什么瓦斯炉、
烹饪的工具都有。哇！大奎就搬到那个新的住所，生意又越来越好，因为那个住所很宽敞，店面呢很明亮，很多人，他又很会煮东西，很多人都来吃。他也在想，每次看到那个经理就问他说：“啊，恁头家是什么人啦？你老板是谁？”他笑一笑说：“啊，你就做你的生意啦。啊，我已经有赚钱了，我要付租金。”他说：“等你赚钱够了再说了，看看这现在够够。”有一天，他煮了一堆东西，在煮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也是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就漂黑，非常英俊潇洒的人，东西完之后笑一笑，跟他说：“就拿3块，这个钱你收不收？”他一拿假钱，看了一下，那个人笑一笑，大奎师傅，我是阿成啦，我是阿成。我收，3块假币，我收。这是一个爱的流动。他没想到，他10几年前的帮助，用假币去帮助，结果10几年以后，他得到他应得的回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是遗憾在过去的遗憾。各位注意听这句话。我们每个人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是遗憾在过去的遗憾。每个人跟他的烦恼当烦恼才你去想看卖呢。当你回头一望，你那些烦恼都是真的不值得的烦恼哎。10件烦恼7件假，2件是不必烦恼，顶多1件真啊。我们每个人是遗憾在过去的遗憾，各位不要忘记耶。不要因善小而不为呀！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你捧出一个嗅出去看嘛嘞？你这香水这么一洒，不是他得到香味，你也闻到香味，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若你手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为什么？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所以我们施跟受，施是一种福气，受是一种福气，施比受更有福。我们每个人要学习施受的道理，而最大的施舍是什么？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跟上帝再合，让每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眷顾，让我们知道这一生最美丽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我们知道要为主而付出，你每一天所做的都是为主而付出，那是一个施舍。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如星星，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一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生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如星星，让我暂时见到你。
在我的一个生里，我要应付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来，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大声一起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用我们的心来，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一个最美的祝福。上帝的施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让我们的爱在流伴，互相施与受的爱在流动之中互相相伴。主，你给我们的施舍，你给我们的爱是何其的伟大！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一世之中，永远有你的恩典、你慈爱相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请坐。此时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丝线的同工来服侍。此时我们请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听者，是要来报告。伫报告的内心，我要请大家甲我做伙来念咱即礼拜的金句。咱即礼拜的金句是出自新约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一段圣经节。小等下，咱会用台语甲外语拢来念一解。首先，咱要用台语来念一解。我凡事做恁的模样。着安尼着我来扶持软弱的人，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互人的比对人摕的搁较有福气。接下来我们用国语来念一次：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下周有轮到主日圣工的同工，请您来注意来看。然后咱的周报内面有一个所在唔对吼，咱后礼拜实际上已经就要恢复，就是华语礼拜跟台语礼拜，所以说不是合堂礼拜吼，这大家要注意一下。过来做消息的报告吼，头讲的。
咱8月份开始吼，要恢复华语跟台语2场礼拜。那华语礼拜的话是对下早是9点开始，台语礼拜是对10点半开始。啊，第二点是咱今日的礼拜后吼有背景的活动，啊，请会友踊跃参加。啊，结束以后吼，咱伫4楼悠然有举行咱的幸福小组的活动，啊，请大家会友踊跃来参加。啊，过来是第3点是咱8月7号，就是后礼拜后吼。要伫4楼召开中级甲各团契的辅导会长同工的讨论会吼，会友若有啥物提案，会当向职业长职吼来提出。啊，过来是第4点就是8月7号吼，咱青年团契吼，的时间团契时间要举行咱的迎新活动吼。那是迎新活动，主要是说咱今年有真济咱都认捌的高中生甲大学生吼。今年的话会到就是晋升到高中跟大学生，所以说团契要有办一个活动吼，要来就是升职试吼。啊，所以若是有咱熟悉的其他会友，若是原来是在升高中跟大学的话，可以向团契的同工吼辅导这样报名。啊，过来第5点就是咱七星中会婚姻部吼举办未婚基督徒的联谊活动吼，那时间跟地点费用的话，那大家自己来参考。啊，详细的部分伫咱后面公布栏遐有这大致的这个公布吼。啊，过来6月份咯，咱8月份的中级职业长执事有郑伯文长老跟林文岭执事吼。然后这边吼很抱歉，因为今天他刚才那个蔡长老在讲的那个讲道实在是太感人了吼，是忘记一个东西。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吼，因为昨天那个就是我们大阪中华基督长老教会的板亲呐，所谓板亲就是说我们严长老以前也是那边的板亲，他们那时候的板亲吼，昨天就是说有来到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板亲的年度活动。啊，今日吼继续就是有我先介绍一下吼，第一个的话是张东茂长老吼，张东茂是台东的长老教会，然后还有他家人也麻烦那个陈雅玲还有张恩琪、张恩佳吼，我们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教会吼，哎。然后这边要特别就是说，我们台东长老教会也为我们那个建堂的部分做了很大的一个奉献，我们很谢谢，就是说也麻烦张长老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台东教会的长老的会友感受说我们的中心教会针对他们建堂的奉献，感谢谢。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黄敏智小姐还有黄敏丽小姐哈，她也是我们那个严长老板亲的戚友哈。所以说，先很欢迎你们来。他们是在林口的灵养堂，假如是有时候到台北来的话，假如是不嫌弃的话，也拿到我们教会来住。哎，好，谢谢。然后这边也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不是什么老人，就是我们的罗雨晴跟陈冠伦在疫情阶段他们没有办法来他今天刚好出现在我们后面，我欢迎他们回到教会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针对教会的一些肢体交通跟代祷事项，我们来看一下咱这礼拜要为着身体欠慢的兄弟，甲照顾伊的亲人来代祷，恳求上主甲因同在，会当扶持因行过这个艰难的时期。特别那大家知影叶长乐甲慧华姐现在可能在线上，因为他们确诊就被隔离那边。我们也希望说他的身体能够早早恢复他已经关心咱教会的一寡，比如跟咱中道可能刷以后要有迄个背经的部分这东西的话，叶长老这部分很尽心，但是隔离了没有办法，他说心里也是很牵挂这事情。我们希望他身体快点恢复过来是为着咱教会两个徐美智徐长老还有他的家人的话，张泽荣、张泽博、张泽威、陈伟霆、陈诺颖、张若生，还有那个咱岳清姐的家人，就是林英谷、劳桂玲、林应成、华庭章、林应如、吴新颖、林佑兴的身心健康来代祷当然，我们也为了我们自己，假设有自己的一些身体或者说一些苦难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放在心里，我们为他代祷。好，我们大家齐力为这事情来做代祷。
是咱要悠然起的，这是咱要吟上吟圣诗398首，愿主救主耶稣基督。上吟线，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地，保守恁、祝福恁，互恁平安，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要倒来避讳。这是咱要来行平安礼，大家人起立来互相斗平安。特别是今日出外来到咱中兴教会、大同教会，也是林口灵羊堂的板青的会友，很欢迎你们来到这边。恁家来出外来到外口，会当有机会啊？OK， 好。然后我们等一下礼拜完了以后马上要举行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背经的活动。